下午好。下午好。时间咧过呢，会使讲是真紧啦吼。今日呢，伊即个今天班呢，应该将近咧接近了着一个尾声。那么今日呢，针对了着中央的即几段毋知影咱各位前现代的每一个人的感受安怎？咱各位前现，咱听咧感受好来歹？好啦吼，欢喜在心内吼。那当然呢，咱会当真正体会会到，感受会到。当然，这就是咱前一点老师呢，那么因苦心而且安排，无非嘛是照着咱入门了解这个大道了后，拢需要不断的照着这个圣人身份的伊的这个论文这个经书呢继续来甲咱做这种的启发。当然，这方面，互咱会当增强了解这个气推，互咱对有了解这个一理天道，更加会当去了解，更加会当肯定。真义就是要互咱更加对着修行这条路呢，会当真正甲伊行出去。因为咱既然去了解这个道了后，咱也无行道，其实。时间呢，稍纵即逝，时间呢过就紧。咱一个无小心，一个无注意，当然，咱成功了解的机会呢，伫无形之中内底呢，就安尼来流失去。所以道理既然有感受了后，咱一定爱心动，马上行动。因为道理的启发了着咱内在对道迄种的期许，迄种的冲动。当然有道理的启发了后，那么互咱的有无限的这个发起，无限的这个力量。但是咱当中爱甲伊付诸于行动，互咱会当成就道路会当方便。咱的兄弟姊妹呢，会当有所了解积极，安尼呢，上天降下了的这个道呢，会当真正来流露了着伊的价值，嘛而且呢，来感谢了着天主的。那无即次三者的普渡，那么就无咱了解的机会，嘛无有咱成就的因缘。所以讲呢，感谢了着天主的。已经降下了这个大道，那么这就是咱好会当得到，那么会当互咱了解的机会。其实，咱若讲一步，兄弟姊妹呢，就无法度人得见。咱大家若会当尽心尽力，会当扶持伫咱各道场呢，那么尽心尽力的安排，相信咱各单位第一个道路。会当相当的这个方便，因为咱经常行咧听，那么若讲道亲的，咱的嘴若开，道亲为大堆；咱的脚若行，道亲就为大块啊。毋知影即句话，咱各位前贤敢有印度？敢有啦所以讲呢，道路袂方便，就是咱无做，敢是安尼？应该是啦，这是无限的深深的体会。当咱大家有一股的力量，一直冲，当咱的心量到底，就成就到底，咱就欢喜到底。咱若如果咱不稳不稳，咱的道路无去关心，无去推行，无去做，当然呢，咱的道路甲看呢，来讲时机一片啊。无法度人成就，相对咱了解的机会呢，当然就较少啦。所以讲呢，希望讲大家照着这个道场呢，道理
咱大家当同修共办，那么嘛希望讲，咱会当借着咱道场来成就咱自己，会当来成就了这个兄弟姊妹，安尼咧，咱今日就要辜负了这个天缘所在。所以讲咧，咱伫对付了修道较办道，若讲这条路当然是无好行，但不过咧，咱嘛是爱行，真无好做，咱嘛爱做。那么伫无好做的当中，伫人办、应办，咱就应做；伫无好做的当中呢，咱要安慢慢去学习，要互伊当驾轻就熟。要互伊咱对道的理念会当真正的来加入了咱的这个道念，自然语言呢，咱就会当生出了一个个的形象。若无时间呢，一直安尼过去，其实岁月不留人咱伫修行学道咧，总是对着咱修道人来讲起来，总是一种的酸性。因为时间不可能再倒转来，唯有就是咱把伫这个路骹修行上较好的时间，就是在这个路骹，绝对毋是咱有闲的时阵，绝对毋是咱趁有钱的时阵，其实的成就，就是伫咱伫无闲的时阵，伫咱无钱的时阵，伫咱有困难的时阵，安尼所行出来的道，咱会感觉讲，哎呀，心境呢特别有。那么伊价值特别流露，若亲像倒应年间遐尔简单，咱会感觉讲安尼嘛无爽，所以讲呢，咱修道的可贵就是这个咱做应做，咱领领领，那么会当好好的来做一个把握，因为咱即摆呢，佫是讨论甲是心得回复的时阵，希望咱各位青年内底呢，会当甲咱今日所感受到的。再度呢来分享，互咱大家会当同沾欢喜，互咱的青年内底呢更加有信心，更加有力量。安尼敢好？较大声子，我无听着。敢好？好啦来，有啥物人呢？会当自告奋勇，嘛趁这个机会会当成功表演呢，敢是？咱赵老师嘛，咱大家自闭请伊个咧声声感谢咱张老师提供的一位呢来做一个分享。各位同学各位青年大家大家好。我是安那来拼起个，今日叫袂入去啊，干脆我咧大家学习真正足感恩咱足个青年大家这个见好个地方咱学习是对伊早参加过先班先那种准备个副理个回个副本交代讲重用讲这雕罗一项朝露一闪青瓷轩千底的酸酸民风景一贯